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我哋要一齊探討一個深刻而重要嘅主題，點樣喺日常生活中透過微小嘅行動展現憐憫。聖經反覆提醒我哋，上帝睇重嘅係真誠同謙卑嘅服侍，而唔係華麗嘅表演或宏大嘅壯舉。即使係最簡單嘅善行，亦都能夠反映上帝嘅愛，並帶嚟深遠嘅改變。等我哋從3個方面嚟思考聖經對小舉動嘅教導、小舉動嘅力量，以及如何喺日常生活中實踐呢啲小舉動。聖經中有好多經文強調，即使係看似微不足道嘅行為，亦都能夠榮耀上帝並祝福他人。耶穌同使徒們多次提醒我哋，小事上嘅忠心係信仰嘅根本表現。喺馬太福音10章42節中，耶穌話：無論邊個，只要俾呢信我嘅衰仔一杯涼水飲，我實在話俾你哋知，呢人絕唔會失去佢嘅賞賜。呢段經文提醒我哋，即使係好似遞上一杯涼水咁樣嘅小舉動，亦都能夠成為表達憐憫嘅方式。咁樣嘅行為唔單止滿足咗別人嘅基本需求，亦都彰顯咗上帝嘅愛。路加福音16章10節中，耶穌教導我哋，人喺最小嘅事上忠心，喺大事上亦都忠心。呢句說話提醒我哋，唔好輕視嗰啲看似微不足道嘅機會。透過喺小事上忠心，我哋為更大嘅服侍奠定咗基礎。每一件小事都係我哋同上帝同工嘅契機。保羅喺加拉太書6章9到10節中鼓勵我哋行善不可喪志，若不灰心，到咗時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咗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嘅人更當咁樣。呢啲經文提醒我哋，即使我哋嘅努力似乎冇被睇見或者被感謝，佢哋仍然有意義，持續咁行善，哪怕只係小小嘅舉動，最終會結出豐碩嘅果子。雖然呢啲舉動可能規模唔大，但佢哋往往具有深遠嘅影響力。以下係一啲原因，說明點解呢啲微小嘅善行如此重要。有時候最簡單嘅行動就能解決迫切嘅需求，例如分享一頓飯俾飢餓嘅人，或者專注聆聽一位朋友嘅煩惱，都能夠提供實際嘅幫助同埋安慰。呢啲舉動提醒接受者，佢哋被看見、被重視、被愛。喺路德記2章1到16節中，波阿斯注意到路德喺佢嘅田裏拾穗，並確保佢嘅安全同溫飽。佢呢個小小嘅舉動，最終改變咗路德嘅生命，並將佢納入基督嘅家譜之中。小舉動創造咗有意義互動嘅機會，打破咗隔閡，建立關係。一個微笑，一句善意嘅話語，或者一雙伸出嘅援手，可以跨越鴻溝，促進信任同理解。當耶穌喺井邊遇見撒瑪利亞婦人嘅時候，約翰福音4章，佢主動開啟對話，並關心佢嘅生活。呢個看似簡單嘅舉動，最終引領佢走向轉變，並激勵佢向整個社群傳福音。善行常常激勵其他人效仿，產生漣漪效應，影響範圍遠超最初嘅行動。一個小小嘅善舉，可能會啟動一系列嘅憐憫之舉。2013年，一名名叫瑞克史奈德嘅男子喺佛羅里達州嘅一家免下車咖啡店，為陌生人支付咗一杯咖啡嘅費用。呢個自發性嘅舉動引發咗一條付費向前嘅鏈條，持續咗近3日，涉及數百名顧客。呢類故事展示咗小舉動如何點燃廣泛嘅善意，將小舉動融入日常生活需要意圖同覺察。以下係幾個實用嘅方法，幫助我哋開始。1. 用心傾聽。有時候最好嘅憐憫方式就係用心聆聽，全神貫注咁聆聽某人分享佢哋嘅困境，提供唔帶批判嘅耳仔，並肯定佢哋嘅感受。2. 主動提供幫助，留意周圍嘅需求，唔需要等待人哋開口請求。幫年長嘅鄰居搬運雜貨，為後面嘅駕駛者撐住門，或者自願照顧忙碌父母嘅孩子，都係具體嘅例子。3. 寫鼓勵嘅便條，寄出手寫嘅信件或者電子郵件，表達感激、支持或者鼓勵。呢啲個人化嘅觸碰能提升精神。
加強關係。四、實踐款待，邀請某人共進晚餐，同同事分享零食，或為新鄰居烤餅乾。簡單嘅款待行為傳達咗溫暖同歡迎。五、捐贈零錢或資源，將閒置嘅硬幣投入慈善箱，將未使用嘅物品捐贈俾庇護所，或參與衣物驅動活動，每一點滴都有幫助。六、為他人禱告，抽空為周圍嘅人禱告，朋友、家人、同事，甚至係陌生人。禱告係一種靈性上嘅憐憫，唔需要花費任何嘢，卻意義重大。歷史同現代生活中充滿咗因小舉動而帶嚟非凡影響嘅故事。特蕾莎修女曾經講過，唔係所有人都能夠做偉大嘅事，但係我哋可以用大愛去做小事。佢嘅事工從照顧加爾各答街頭嘅一位垂死婦女開始，隨住時間推移，佢謙卑嘅努力發展成咗一個全球運動，觸及咗數百萬人嘅生命。每一日，佢都專注於一次服務一個人，體現咗每個生命都重要嘅原則。尼古拉斯溫頓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，組織救援咗669名猶太兒童，使佢哋免於納粹佔領嘅捷克斯洛伐克。佢嘅默默努力包括安排運輸、獲得簽證同尋找寄養家庭，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但至關重要嘅任務。佢嘅英勇工作喺1988年先至被揭露，激勵咗無數人追求勇氣同憐憫。成立於1980年代嘅隨機善舉基金會，鼓勵世界各地嘅人們實踐意想不到嘅小善舉，從為陌生人支付通行費，到喺公共場所留低鼓勵嘅便條。參與者展示咗呢啲小舉動點樣俾人嘅一日變得更美好，並恢復對人性嘅信心。小舉動提醒我哋，冇一個努力係太微不足道而不值得嘅。佢哋反映咗上帝對被忽略同被忽視者嘅關懷，確認咗每個人嘅尊嚴同價值。當我哋實踐呢一啲簡單卻深刻嘅愛嘅表達時候，我哋參與咗佢喺世上嘅救贖工作。願我哋銘記撒迦利亞書4章10節嘅教導，唔好輕睇呢啲微小嘅開始，因為耶和華喜悅睇到工作開始，俾我哋擁抱平凡中嘅非凡，相信即使係最微小嘅善舉，亦都能夠喺人心同埋社區中留低不可磨滅嘅印記。阿們。